各位同学来课好，来看，你看这个，就是板块运动 A、B 的影响。咱之前课讲，咱这个第2个延时圈，就是咱的板块有分做几大块，大块有几块，大块的1大板块。 跟2、3、4个小板块，来，可以精准地看，安尼看，但这板块运动，咱伫个第2会看到啥物情形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，这个咱这单元要讲的。咱的地表会因为这板块运动，咱会看到2种的情形。 来第一种叫做折皱，这折皱以折叠或者上面要折皱，来这样求岩层一层一层的，不叫肥嘛，因为沉积岩是三肥，这个你受到力量的推挤。 同学，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。我讨论的那么热烈。这本来是平的，像这本书，你拿那个上过，平时按呢歪，也按歪，这个叫折皱。来讲岩层那像会安呢，这岩层准讲伊土质的关系，还是在土骹所深的所在，伊会变做有一种可塑性，所以伊受到挤压的时阵，伊会扭曲变形，伊会变形，伊会变形，所以产生这个折皱破。所以你就知影，这折皱，敢若有可能发生伫迄。 力量，你若用右的，敢会有折皱？无可能嘛！你用右的，伊袂歪嘛；你用上的，伊还会歪嘛。所以这讲推力有可能造成。上面板块的边界有推力，那板块有三种嘛：聚合性板块、张力性板块跟错动。 所以这是聚合，所以这折皱刚才发生伫咧聚合性板块交界上，这第一种，第一种，咱叫做断层。你的引力嘛，是咱常用，错了，错误的意思，错综的意思。断层，这断层你安怎发生？所以这岩层无像甲多的岩层有可塑性，伊会歪，伊是定的。这摆你甲塞，塞了伤大力，伊会发生啥物代？比如讲，这款若是一个迄个木材木板，伊袂像车安尼歪去嘛。 你若出来甲塞，落去这帮会安怎？会裂开对无？会断裂嘛？这个断层发生。但是断裂这种物件你用塞的伊会断裂，你用力的伊敢会断裂？可能断裂过。你推力甲拉力拢会断裂，但是断裂。 方向无同，所以咱伫课本内底，咱的断层，搁也分做正断层、逆断层、平移断层，或者正断层有点 normal force。 逆断层
reserve 迄个 reverse port 另外 A 断层不踹 slip port 好，第三种正断层，来，你看课本为电导，我无画啊。你若课本电导，你甲看会出，伊是受到拉力来推力的影响。你若167页正断层，应该看得出来哦，这是拉力来推力的影响，是不是拉力的影响？好。你只有拉扯一登体，快换新，所以正断层你就有拉力，逆断层二并推力，它也造成逆断层。它这个平行断层可以错动，你这叫做剪力啦，侧向的力量啊，侧向力量。所以啦，无解决问题。比咱台湾，你也看到对象。我们台湾是哪一种板块的交界？咱台湾是不是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的对种聚合性？所以咱受力的力量是啥物？推力，所以咱伫台湾岛会看到对种断层，逆断层。咱规个台湾岛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加稍微欧亚板块，所以咱断层拢是直的，大约拢直的啦，当然无足直啦，小可歪，但是方向拢是南北走向。咱有400多条的断层，全部拢是逆断层。咱敢有折中？有。咱中央山脉看有折中。交往折中分下明显是因为土骹足深的所在，因为温度足悬，其他伊的岩层变做有种可塑性。但是因为地层太深，所以有可能本来埋在地下深处的这些褶皱，形成的时候它本来在地下深处，也压起来，也被推上来了所以咱伫中央山脉看到褶皱的地形，它断了。好，这是咱的褶皱跟断层。再来咱咧，因为断层的发生，所以会造成咱的地震、地震。地震发生差不多7八成拢是因为发生断层。你看你顶房你若揭开迄那一瞬间，你明明它会震动，那地层会震动，迄就造成地震。咱想到有地震地震几个名词在？地震，它的地震波会四面发散去。咱顶会讲过咱会知影咱地球内部的构造里，咱侦测咱地震波去诱出内底有啥物物件。咱地震你若地震发生时，你咧看新闻，会看到几个名词。震源。地震 earthquake， 震源 earthquake focus， 就是断层发生的所在，一般拢是土骹的外深回顶。另外，你较常看另外一个就是震央，这气象名词。震央就是震源投影到地面离它最近的地方。所以震央的点就是伫地面，这个 earthquake
epicenter。来，新闻对2，地震规模。地震规模，好，第二规模，1 earthquake magnitude。这地震规模，咱即摆用的叫做瑞士地震规模，啊 ，Richter magnitude scale。这是世界通用的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咱一个地震发生的时阵，咱把伊的总能量加起来，把你耳朵能量的单位有啥？你们学过什么能量的单位？理化，焦耳对不对？还有卡对不对？卡也是能量的单位嘛。你如果用那种焦耳用卡，对一个地震来讲，那个单位太小，变受力也都是好几次方。所以地震学家在研究地震，你有条件地震节地震发生的相当于1颗、2颗、3颗原子弹的能量啊。迄能量要用焦耳力，用迄能量焦耳单位是谁？所以地震学家经过来换算，再取对数，对数这个数学你讲了嘛袂好过，因为伊经过换算，所以地震规模无单位，伊敢若一个数字尔。就是因为它是经过换算，对数去换算，所以咱的地震规模会记得吼，后壁无起，伊通常取到小数点下一位，所以咱讲，咱921大地震，瑞士地震规模7.3，后面不要加几，它取到几位都没关系，但是通常咱几位。我们把它取对。这个地当然连地震规模，所以它有 aftershock 余震啊。伊的余震可能再有一个地震规模，但是一个地震发生就只有一个地震规模，啊，就只有一个地震规模。另外，一个地震强度。地震强度这个东西，就随着地区的不同而有波改，因为伊代表是咱对地形的破坏程度，所以这个地震强度，你若离震央越近的，通常地震强度会愈大。从921大地震发生的时阵，伊的中央的迄个集结所在地震强度会到7级，这个有拢是整数，这是咱的中央气象局发布的。第二，刚刚提过，讲到中央气象局会管地震，我上面管地震事务所，我来有讲地震，这些会透地啊。咱是地震事务所，就是管地震的。还有户政，还有户政啊。天灾拢是中央气象局管的，所以这个地震强度也是中央气象局定出来的。当迄是921进行吼，咱的地震强度有0级的无感地震，无感地震就敢伊是测袂出来尔，咱人无感觉啦，迄叫无感地震啊，0级。然后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一直到6级尔，但921超出6级，中心超出6级的范围，所以921之后多定出一个7级。现在给它详细划分啊，现在5、6级又各切割成5弱、5强、6弱、6强，所以这个是级数。无同所在有无同的地震强度，伊敢若整数尔，没有，然后有级。每一个所在无同，发生的时每一个所在无同，这个
地震规模啊 magnitude， 这就是它只有一个地震规模，每个地方测到都一样，因为它就是这个地震发生的总能量。啊，这 earthquake intensity 也属于所在无同，就有无同的，迄个地震强度。好，这个咱的第三，这几个名词我讲好以后，你会让你俩迄个主播哈，你也人家讲迄个7.3级的大地震，你会起讲出来，他表示2个拢是地科老师啊。啊，地震3个口诀是什么？定观察，买马位，买了吗？要进棺材之前买。买骨灰塔，这3个步骤非常的重要。火化啊。火化有人帮你火化啊，那棺材。卖偷懒啊。趴下，然后呢？掩护。叫妈妈。然后呢？叫妈妈。稳住。稳住。啊，英语的你。英语要让。趴下。drop。啊，掩护。cover。稳住。hold up。稳住你把物件抓条的嘛，所以咱讲拍的啊，做拍吼，暗号，来调吼，调安尼。好，这3种，然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地震来敢要走？我唔免。你用勇气。啊，还是讲安怎判断讲敢要走？你死啊！啥物状况爱走，啥物状况唔免走？你知影无？死了就可以走了，脱离人世间的苦海，到达西方极乐。来啦，我来讲最重要的啦，啥物时阵爱走，啥物时阵唔免走，足简单的，安怎判断？我来讲啊，你个会晓想讲，我正敢要走，迄个时阵一定唔免走。啥意思无？到真正要走迄阵，你若离厝看电视，看啊一半，恁兜本来是即间病抗议，去互害你弄即间病，你敢会晓想讲，啊这种状况我敢爱走？袂啦吼，你会搁伫遐怀疑讲，你若看见恁兜的迄个梁吼，伊有一下从我怀疑啊，变成 V 字形，你会不会看他的梁说？我现在要跑吗？不会的哈，所以判断都简单呢。真正要走的时，你一定没有怀疑，你还有怀疑说要不要跑的时候，一定不用跑，这样会判断哈。但是我来讲，真正爱走的时，你走袂，你连爬都爬袂出。迄阵你只有等伊的摇动结束，因为爱走迄阵，你的厝可能会崩落来，所以你爱走。咱的耐震强度，比如讲咱的耐震强度进行4到5级，毋是讲5级的地震摇落来，伊就会随崩落来。咱的结构会承担，虽然咱震工5级，它会承担，即使到6级，它都可以撑住一阵。但你超过，如果下一个余震来，就难讲，所以你爱走就是爱等，你这个摇休息了，赶快，迄阵你可能腿软到已经走不了，你只能用爬出去。但是那种状况，为了被活埋，怕不要被活埋，你还是要爬出去。所以想要讲地震发生的时候，门窗爱打开。迄种地震摇落，你的门啊关的吼，迄摇落一定门框变形啊！你到时门洞会开啊，所以爱先甲拍开。水电、瓦斯关起来，啊无地震无休息，你又会再休息。啊，日本的神户大地震因为发生在大都市，跟着事后检讨起来。被地震埋死的，被火
灾，因为火灾烧死比地震埋死还多。地震发生的时，你到处火灾，拢高速公路地，结果迄消防车到不了，因为路都断，桥都断，你只能自救而已。咱地震发生哪有忧患意识？无我问一个，大家早困的时阵，边仔有摕着急救急难包，有手机啊，水啦、食的物件啦，啥物手电筒、收音机啦，拢无嘛对无？若无半暝啊，困摆一段，建筑塌下来，你要埋在里面，怎么办？你可以撑几天。有一大地震的时候，有人撑了1个礼拜被救出来活着啊，是安怎？边仔拄啊冰箱。所以我来讲，地震发生吼，你若走袂去，你先走去冰箱。有一个所在上好，这就是冰箱边啊，因为冰箱的结构很稳固，对不对？伊是迄个钢体的哦，伊会当承受。另外你啊，大家去等人救的时候，冰箱开起来内底有物件，互你加冻作久的吼，会冻伫规礼拜。搁有一个所在，你要走一堆。便所啊，假如便所好，你一般厝里，你比如讲豪宅，无恁兜便所是毋拢比房间较细间？房间较细间，比房间较细间代表伊安怎？伊的结构，你柱子的结构比较密，对不对？所以伊无像迄天幕安尼规片都容易放落来。伫咧厕所的空间内底。伊四面拢像爱空间搁细，所以当内底。若无水，搁会当安怎？对吧？马桶盖开掉。你若被埋在里面，你至少上厕所也不会随地嘛，吼。主要结构的问题啦。无你便所唱歌嘛好听。咱有唱歌啦，要化叫啦，还救你。不要在厕所里面吐气。好啦，这地震啊，咱上尾啊一个主题，火山。volcano， 火山。咱台湾无火山的威胁，因为目前咱的规个曾经有过火山地阳明山嘛吼，这已经卖剩温泉尔。火山的遗迹存温泉，目前伊是袂破坏。咱来做歹讲哦，迄有人写死火山的复活，但是伊有迹象啊，通常按地质学家来判定的，所以咱无火山威胁。咱为什么夏威夷人伊个强在火山甲威胁？包括有火山有两种，一种是战略性板块。对岩浆也流出来，跟纯岩浆鸟，那有的岩浆流出来很慢。我曾经看过个影片哦，那岩浆慢慢流出来，迄人佫有时间吼，住伫厝里人佫有时间把细软收拾一下吼，造出来哦。而家造出来佫有时间吼，把尾巴撒出来皮膜，看着岩浆把它加全一寸一寸的盖过去哦，就拍下来，然后最后加全部被移平的。整段影片拍下来做留念哦，有够悲哀的。表示咱岩浆拿掉做完，但是你无法度动，你无法阻挡嘛，你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被人家做。咱幸好咱无这种威胁啦。各有这种聚合性板块，来就是安尼。地层。一个下去，下到深的地之后，被埋掉了，它重新熔掉，熔掉的岩浆从这边上升，突破这个地壳的板块，所以我们整个琉球岛
就几乎沿着太平洋板块的边界，太平洋板块被压到下面去，然后这里冒出了琉球岛，就是火山形成。这种火山，伊不是岩浆尔，因为伊是板块再熔产生的，所以也有火山会岩浆。用火山加张力性板块的火山做的。好，咱今仔讲到这。